这里。谢谢。开心，谢谢大家一年的照顾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啊，好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声停停下来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停了。我想，韩市长今天生日我也注意到了哈，他今天的生日，祝他生日快乐。这一次的竞选，我要给新麦2个重要的任务。第一，上次没有做好的地方，要让高雄人看见我们的改变；跑得不够勤的地方，就要多跑；人民对我们有误解的地方，我们更要弯下身，尽力去说明、去解释。有误会要努力解释，要冰释；有对立，要想办法去化解。对于前任的市长的施政，如果有好的规划，我们就继续接着做；有被拖延推迟的事情，我们就要加速的来推动。真心坚持高雄，绝对不会党同伐异。第二，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市政步上轨道，找回高雄的光荣感。剩下的2年，我们要当作4年来冲，落后的建设要1天当作2天来干。奇迈的绰号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做"金金金"。我相信这个任务，全台湾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来执行。最后，我要告诉所有的民进党的同志、战友还有支持者，高雄人曾经给我们教训，现在高雄人也给民进党补考的机会。我们既然派出了最强的战将，就一定要赢。不只是民进党要赢，高雄的建设也要赢，高雄的发展更要赢。就是今天是韩市长的生日啊，那我不知道你们要跟他说。那另外，刚刚总统也有提到说，前任市长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也可以把他政策能够继续延续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为他有哪部分是您可以来延续的？我想，韩市长今天生日我也注意到了哈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于公我们是理念不同的竞争对手，所以当韩市长出现担任市长的，都是诚心的祝福韩市长。那有什么需要，韩市长跟我，在公务上，即使理念不同，我们都可以合作。那于私我跟他是朋友，这个从他过去在我们立法院同事，他担任党编，我也担任党编，我是干事长，他是书记长。那于私也是朋友，不管说韩市长今天是当市长，或者是他今天有不同的工作或身份，甚至他以后也许有更好的发展，我都诚心的祝福我的朋友，这个是朋友的情谊，但是我相信高雄市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城市，可以在选举的过程选出一个市长，然后用选票，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市长应该怎么做。这个是一个伟大城市的一个象征，所以对我政治人物而言，在高雄，一定要很努力的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就正如我刚刚讲的，以民为本，一定要领导一个高满意的市政来服务市民。他今天的生日，祝他生日快乐！